台乡村各8天就要选举。 嘉南市长的选情嘛愈来愈紧张。嘉南市长林右昌伫个面册来压料，讲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谢国良动员家己的家族所开的义信中学甲义信合作社来辅选，要求老师打电话给学生来邮票。合作社的员工上班时间拜访客户嘛爱邮票，下班了搁爱3个人一组出去分米啦。 谢国良是强调讲，无这个代志，这是对手攻击的方式。加油加油！谢谢啊！国民党今日市长候选人谢国良透早就去市场拜票。我们虽然有动员，但是我觉得端看来的人来说，真的是远出于我们自己所动员的人数，所以我们的1万只椅子也都坐满。 然后后来还外溢到外面来。因为今日市长林右昌伫面册写讲，义信中学甲义信合作社的员工被迫动员辅选，老师被要求依照历届毕业纪念册打电话给学生邮票。义信合作社员工爱伫上班时间去拜访客户斗邮票，下班后爱搁3人一组去街路发文宣，有袂少乡亲讲，伊有收到批甲接过电话。 很多人都讲说他的家人被动员啊，然后甚至是大家很抱怨啊。其实就是说我们把大家恶性员工的心声把它讲出来，可能对谢管的选情反而是不利的。我们快乐选举啦，我们尽量不回答所谓的攻击跟谩骂。谢国良一直强调讲，一切拢是对方的选举手段，连伫家人头一场市长的证件会嘛提早离开。 也是表现候选人的态度跟风度，也就是应该要聆听其他候选人的政见。所以今天我跟我们的候选人里面，大家都从头做到尾，只有一个人离开了现场，那个人叫谢国良。我觉得我的2个对手不断的在旁边讪笑，就那边嬉笑，然后窃窃私语。那我在很感性的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会让我会觉得说。 分心了。候选人的争议受够济，大家呢压来压去，即马给人地检署也针对进前候选人双方的指控，已经开始侦办。